今天收到元朗區的一位車友發來了一把這個英菲尼迪的汽車鑰匙，叫我幫他升級改裝。閘門拿到鑰匙，按照車友的要求，給他進行升級改裝。先檢測鑰匙的按鍵，檢測沒有問題，拿出拆解工具，把舊殼子拆開，把裡面的主板取出來升級。閘門這邊改裝車鑰匙也是不分車型的，新款車、老款車都可以升級改裝。現在看接上閘門準備好的路線，主板拿出來之後，再接上閘門準備好的路線就可以。所有線路看接好之後，再拿出閘門車友選配好的液晶鑰匙，再把主板裝到液晶鑰匙去裝上主板，蓋上後蓋。現在看一下效果，一把全新的英菲尼迪汽車鑰匙就升級完成。選配了閘門經典銀色的液晶鑰匙，非常大氣。升級好的鑰匙還會升級靠近居，可以感應式車門自動解鎖，離開車會感應式車門自動鎖，車可以預約後尾箱，可以備註車主電話，鎖車身窗，也可以連接手機，可以手機控車，就會升級鑰匙的外觀，升級功能。現在閘門液晶鑰匙簡單升級完成之後，重新來做一下檢查，所有按鍵信號檢查沒有問題，閘門就可以發回去，還給車友使用了。喜歡的